講真，帶小朋友去旅行簡直就係地獄式滋養。去得旅行一心就係諗住去玩，但係基本上你就係變咗免費嘅24小時工人姐姐，全天候為大家服務。喺小朋友清醒嘅狀態，就係每一分每一秒都要照顧住佢，之餘仲要做佢嘅情緒垃圾桶，當中一路要遷就，一路要安撫，一路要忍，每一刻都挑戰緊自己嘅 EQ 底線，全日就係圍住佢轉，仲要一家三口3個唔同意見，3個唔同節奏。當你想慢慢嚟嘅時候，佢又想快；當你想去下一個景點嘅時候，佢又覺得想留多一陣；當你覺得攰嘅時候，想休息，佢又想繼續玩繼續行。因為佢都未玩夠，一直梳理同埋協調所有人嘅情緒同埋節奏，有時候真係攰到懷疑人生，覺得點解要咁辛苦，點解要咁痛苦，到底點解放假都唔放過自己呢？但係每次見到佢哋笑得咁開心、咁純粹嘅時候，上一秒所有崩潰、委屈同埋攰，都慢慢被佢哋治癒翻。做媽媽就係咁，一秒地獄，一秒天堂，一面自虐，一面心甘命抵。其實痛苦係日常，但係幸唔幸福係自己嘅選擇。希望每一位撐緊嘅媽咪都可以喺平時嘅一地雞毛痛苦裏面，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。